剑指斜压，让青山去平复那昏黄的伤。一句誓言，苍天为证，快意恩仇的较量是破除的坚强。我以为江湖有多远，天涯竟然在我眼前。我以为我是有3000，却载不出一个圆。一生闯荡，侠骨柔肠，酒杯中不下隐恨的风霜。一纸荒唐，天各一方，是谁一生吟唱，爱恨两茫茫。我以为江湖有多远，天涯竟然在我眼前。我以为我是有3000，却载不出一个圆。如果再相见，你是否接受这沧海桑田的句点？可恶，竟有此事！好一个自以为是的巡抚大人，竟敢干出这种荒唐事情！只怪卑职一时被酒色所惑。九千岁，卑职任凭您处罚。大胆奴才，本座一定会好好处罚你的。叔叔，厉公公已经把一切准备好了，正在门外候着，恭请叔叔返京呢。你转告他，本座这就来。什么？九千岁，您要返京？圣上龙体为何？本座为人臣子，得火速返京，晨昏赐奉。无奈东林党余孽尚未肃清，如真本座返京之后，这江南的事还是得交给你呀。请九千岁放心，卑职将竭尽所能，将东林党的余孽一网打尽，尽快找到顾县城官印的下落。走，哈，走，哎，差点挠着你。三公，哎呦，你看你好辛苦，最近你练武都瘦了，要这样的话，你撞树会疼的。哎，以后我练功的时候跟我保持点距离好不好？哦，往后点，再往后，哎，就这个距离保持住。还有啊，你可别老当着别人叫我相公，影响多不好。有什么影响不好的嘛？早就被你升为主臣熟饭，你都扒我衣服了。你要是敢不承认，我把醉楼的姐妹全叫来，让他们给我作证。哎呀，叫吧，叫什么都行。宪哥，你这样才乖嘛！来，赶紧把饭吃了，不然都凉了。陪我喂你啊！哎呀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我知道了，你肯定是想小少爷了，是不是？小少爷，我给他做这个万花筒，还没来得及玩呢。其实有时候挺烦他的，他老收拾我。可现在我真想让他来烦我。相公，我听你这么一说，我也想哭了。我没哭，我就是鼻子。倒霉了，相公，要不然我们进屋哭去吧。太好了，你先哭去，我待会儿找你啊。相公，我要为你遮风挡雨。哎呀，我真希望这一受就
这是绿的，这样你能少爱我一点。不行，哎呀，老贼顾县城的孙子现在正囚于行宫的密室中，可是本座急于反攻，面见圣上，还来不及将他身上烙有官印的皮给剥下来。如真，你要替本座办妥此事。9千岁，您是说姓顾的逆种果真被抓住了？当然了，我叔叔交代的事情，红影哥哥有哪件没办成的？哪像你？你王从，叔叔早就说过了，都是自己人，以后啊，不要对潘大人再无礼了。本座明白，你刚受反贼侮辱，你心中一定愤恨难平，所以本座将顾老贼的逆子交到你的手上，是希望你能够借此机会一泄心中之恨呐。多谢9千岁，卑职一定将那印有官印图文的人皮活活剥下，即刻火速送往京城，交给9千岁。另外，你要替本座把红影好好的看紧了。这卑职就不明白了。叔叔，你要他看紧红影哥哥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你还不明白红影哥哥对你的忠心吗？你对谁都可以怀疑，就是红影哥哥不可以。傻丫头，瞧你说的，红影是本座一手栽培成才的，我这个做爹的怎么会怀疑自己的孩子呢？可是你刚才明明要他把红影哥哥给看紧了。我让如真看好红影，那完全是为了她。所谓知子莫若父啊，红影太容易感情用事了，而反党余孽又诡计多端，本座是担心反贼他们会利用红影的弱点骗取同情。毕竟是父子一场啊，万一红影要是一念之差误入歧途，犯下了错事，那本座还真的不知道是不是能够真的狠下心来。可是，好了，不说了，叔叔还要急着赶路。其实叔叔最担心的还是你呀，你不愿随叔叔回京，坚持留下来陪红影，那叔叔也不便过多勉强。那我就不送叔叔出城了。啊9千岁，时辰不早了，该上路了。恭送9千岁。哼，没有了9千岁这道护身符，叶红影，我看还有什么人保得了你？不过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，却被当成了反贼。是我这双手把他送进虎口的。红影哥哥，有件好玩的事要告诉你。据说潘汝珍想强占醉月楼的姑娘，没想到反而被人家狠狠地收拾了一顿。这就叫恶人有恶报。哎，你不觉得可笑吗？他的事情与我何干？但是他想强占的那个姑娘，就是上一次和你在观音庙里私会的那个女的。我打听过了，她叫杨冬晴。听他这么说，冬晴应该平安无事了。你在想什么啊？哦，没什么。你想什么都写在脸上了，你骗不了我的。是不是杨冬晴的事？他与我无关。好吧，好吧，那就说件与你有关的事。我叔叔匆匆忙忙地回京了。义父回京了，为什么呀？叔叔为什么回京，那才真是与你无关呢。跟你有关的是，叔叔居然叫潘汝珍把你看好盯紧了，还把你抓回来的那个小孩交给了潘汝珍。什么？
想想也真是可怜。虽说那孩子是反贼的余孽，但毕竟才那么大点儿，什么也不懂。潘汝贞这个人又是心狠手辣，那孩子落到他手里，只怕受的罪比死了还痛苦。火影哥哥，你又去哪儿？你们想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啰嗦，起来，放开我！你们要带我去哪儿？放开我！官兵哥哥，官兵哥哥，你们放了我好不好？这么可爱，你们忍心杀我吗？废话，哪有屁用？照样你得死！我讲故事给你们听，我家马上飞最爱听我讲故事了，我讲给你们听好吗？喜欢讲故事吗？那就讲给阎王听去吧。救命！英雄哥哥，走，跪下！大人，大人开恩呐！大人，负责看守牢房的可是你的手下？正是。人犯被劫，难道一点线索都没有？启禀大人，当时看守牢房的弟兄全遭杀害，所以毫无线索可查呀。你的手下玩忽职守，你身为校尉，也难逃连坐之咎。大人，大人开恩呐！大人，来人，绑出去，斩了！大人开恩呐！大人，大人开恩呐！人犯被劫，我正好可以将此劫狱罪名全部嫁祸到叶红影头上。来人，在，全城发榜，捉拿叶红影。英雄哥哥，刚下完雨，别着凉了，你还是进来吧。离我远点儿！英雄哥哥，你怎么了？我叫你离我远点儿，越远越好，你听见没有？可是我担心你，要不然你会生病的。我用不着你担心。可我们是朋友啊，朋友就要互相关心、互相帮助。我不需要你的关心和帮助，因为我们不是朋友。你骗人！那你为什么要救我？我从来就没有救过你。你说谎！如果你没把我当成是你的朋友，那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你是不是和马上飞一样，嫌我烦，不喜欢我了？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你。为了你，我已经成为一个不忠不孝之人了。英雄哥哥，别再叫我！我不想再见到你。站住！醉月楼你回不去了，你还能去哪儿？我想回家。我家到了，爷爷。我家怎么变成这样了？爷爷，爷爷你在哪儿啊？爷爷，爷爷，爷爷以前就是在这里，每天教我读书写字，还教我做人的道理。可是我不听话，爷爷还打我骂我。那个时候我真的好讨厌爷爷，我好想再让爷爷教我读书写字，还教我做人的道理。我一定乖乖的听话，不惹爷爷生气了。英雄哥哥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也是个孤儿，我从来就没有掉过一滴眼泪，觉得自己可怜。你真勇敢。不，我不哭，不觉得自己可怜，并不表示我很勇敢。那是为什么？活下去，因为我很明白，一个孤儿要在这世上存活下去，就必须要比别人强。
怎么回事？官府怎么会突然贴出告示捉拿红影呢？严雄哥哥，你看，这是爷以前教我写过的字。忠孝两全，忠孝两全。红影，杨莲伯伯真希望你长大之后，做一个真正的忠孝两全之人。杨伯伯，我长大以后一定会做一个忠孝两全的人。忠孝两全。英雄哥哥，干嘛把爷爷教我的字给撕碎了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是不是跟爷爷一样，嫌我的字写的不好，所以给撕碎了？你写的很好。等等，英雄哥哥，别走！英雄哥哥，等等！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。照顾好自己，我得走了。可是你能去哪儿呢？这不关你的事。虽然我还小，但是我并不是什么都不懂。我想，你跟我一样都是孤儿，你应该没有自己的家吧，对吗？你的话太多了。留下来吧。我爷爷说过，家是遮风避雨的地方。无论你在外面遇到什么事情，家才是你唯一可以依靠的地方。这不是我的家。我们是朋友，我的家就是你的家。是衙门通缉红影哥哥的榜文。现在大街小巷到处张贴了捉拿叶千户的通缉榜文，我和清风特意撕了一张回来交给小姐。可恶！叔叔前脚才刚离开，这个潘汝贞就用这么卑鄙的手段对付红影哥哥。清风明月，跟我找他算账去。慢，小姐，不可莽撞行事。潘汝贞毕竟是朝廷命官，又是9000岁的心腹亲信，实在不宜得罪啊。是啊，小姐，有句话，请恕明月不得不跟您直说：您对叶千户有情有义，可是他对您却毫不领情，您这么为了他值得吗？都给我住口！我不管红影哥哥是不是领情，只要我能为他做些什么，就一定值得。我只知道，是要是让红影哥哥不好受，我就让他活得难受。可是小姐，都别说了，你们怕得罪姓潘的，我可不怕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！别以为你是巡抚大人，我就不敢教训你。姑娘如此盛怒，下官不知错在什么地方。我问你，通缉叶红影是怎么回事？哦，原来姑娘是为了本府缉拿叶红影的事情。魏姑娘，这可是9000岁的意思。你还敢胡说八道！我叔叔千叮咛万交代，让你和我红影哥哥齐心协力为朝廷尽力，你却接二连三地针对我红影哥哥，你心里还有我叔叔吗？哎呦，魏姑娘，你错怪本府了。9000岁临走的时候叮嘱在下，让我一定看好叶千户。据看守人犯的官兵回报，当时劫走人犯的人身手不凡，那很像是叶千户啊。你有什么证据？那暂时没有。既然现在事情尚未查明，你就发出通缉榜，强把罪名扣在我红影哥哥头上。你这么做，根本就是居心叵测，存心陷害。哎呀，姑娘，你千万不要冤枉了本府。再说了，本府这么做也是为了魏姑娘您呐。为了我，简直一派胡言。哎，姑娘息怒。
魏姑娘和叶千户情投意合，自然牵挂叶千户的安危。无奈这叶千户神龙见首不见尾啊！如此一来，本府只好出此下策，张贴榜文前来找人啊！找人？有你这么找的吗？什么？没见到冬青人影？对啊，我做好了饭找你们去吃饭，结果到处找不到他。我千叮咛万交代的，让他凡事都跟我商量一声，可这个冬青就是不听，非要一个人去找潘汝贞那个狗贼。啊！我天哪！潘汝贞那狗贼手下几位就不少人呢，这要是落他手里，再说了，我跟东京还爱弟把他整得够呛，落他手里那可没好下场啊！不行，我得赶紧去看看。哎，华姨，哎，怎么了？哎呀，我这伤口什么时候不能疼，偏这个时候疼。华姨，你在家歇歇，我去。哎，你去？啊？就你这时灵时不灵的三脚猫功夫，你去送死啊？哎呀，我不怕，我属于那种出身肥牛不怕死。什么肥牛啊？牛犊！牛群里没我这么大的犊子呀！我是说我是肥牛，啊不，其实我只想是说，为了朋友我可以不怕死。我知道你不怕死，但也不能让你白白去送死啊！不行，你不能去。哎呀，姑娘，先听本府把话说完嘛。那叶千户一向心高气傲，他要见了这个榜文，必定要找本府前来理论，证明他是清白的。这样一来，本府岂不是为魏姑娘把叶千户找到了吗？不管怎么说，我要你立刻撤掉通缉榜。万万不可呀！实不相瞒，本府已查明了叶千户和杨莲的女儿杨冬晴是青梅竹马的恋人，而且小的时候他们俩就已经定下了婚约。如果不及时找到叶千户，难道魏姑娘就不怕叶千户与杨冬晴远走高飞吗？这是我的事情，用不着你替我操心。哎，姑娘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9000岁将你许配给了叶千户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。假如叶千户真是对你始乱终弃了，即便姑娘不在乎，那你也要为老人家想想，9000岁的脸面往哪儿放啊？啊，我，哎，这样吧，不如让本府帮你一把。帮我？你如何帮我？本府知道叶千户向来不轻易相信任何人，唯一相信的就是姑娘你，所以本府猜想，也许叶千户会主动找你联络。一旦有他的消息，请姑娘务必告诉本府，我保证一定要让叶千户对您死心塌地，绝无二心。真的？下官用项上人头担保。那你告诉我，你准备怎么做？下官已经有了妙计安排，就请姑娘放心吧。好，那我暂且信你一次。那咱们就一言为定。来人！大人，把那个姓魏的丫头给我牢牢看紧喽！一旦发现叶红英跟她见面，马上汇报。是。魏方宗，我放了你这条长线，就不信叶红英这条大鱼还不上钩。师娘，你就再给我一次报恩的机会吧。小时候我们家闹灾荒，我爹我娘都饿死在街头，要不是老太爷看见我，把我收留了，我也肯定惨死在街头。这大恩大德我若是不报，我以后还怎么做人呢？还有，就是冬青姑娘对我那么好，我是个下人，从来不把我当下人，把我当朋友一样对待。现在朋友有难了，我要是不去帮忙，那我以后还怎么当朋友？行了，你别说了。师娘，我求你了，我给你跪下了，我给你磕头，要不然，师娘你要我怎么着都行，我求你了。拿去，放在身上，以防万一。你千万记住，一看苗头不对，打不过人家，千万不要逞强，一定要保住自己的小命。好，师娘，这些交给我，你就不用放心了。
不是，放心吧，我不在家，好好保护自己。什么？一无所获？是，大人。嘿，酒囊饭袋，废物！大人息怒。我问你，无锡城究竟有多大？他叶红影三头六臂啊！他带着顾县城的孙子，他跑哪儿去？是红影带走了人员，那他们人在哪儿？你们这帮废物！大人息怒，卑职已加派人马查找反贼去处。你给我找去，快给我找！是。站住！大人。哎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醉月楼那几个女子从你们的眼皮子底下逃得无影无踪啊！啊？干什么吃的？你就是给我翻个底儿朝天，也要把他们给我找回来。找不到，狗贼，你痴心妄想！站住！有刺客！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自来投啊！拿命来！住手！住手啊！太失败了，知道我的厉害！嘿，棉花手！怎么样，马尚飞，没事吧？没大事儿。马尚飞，快下来。好。我想人员应该来过这儿。好像是，人在哪儿呢？我刚才听你说叶红给那狗贼把他带走了。
我就担心他会不会……别胡说，这事情没搞清楚，别自己吓自己。不是我吓你，那个狗贼杀人的手段我见过，心黑手狠。这小少爷在他手里真有个3长2短，老太爷说过，他做鬼都不会放过我。我求你了，快点想办法，赶紧找到小少爷。我也正急着找人院呢。哎，你再想一想，你还带人院去过什么地方？除了醉月楼，我没带他去过什么地方啊。不可能是醉月楼。这叶无影在搞什么呀？好好的怎么被官府通缉？他能把人院带哪儿去啊？潘汝贞胆子可真不小，居然敢到处张贴榜文通缉捉拿我。不对，一定是杀狱卒救小孩的事情被他发现了。爷爷，我好想你啊，爷爷。爷爷，我好想你呀，爷爷。这么大点的孩子，就承受了太多的生离死别，真是造化弄人。不，这孩子是反贼余孽，我不能为了他背叛义父，背叛朝廷，从此蒙受不白之冤。这孩子就让他自生自灭吧。好冷啊！我好冷，我好冷啊！好冷啊！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战天鱼门下的第一个徒弟，以后你要叫我师傅。师傅？什么是师傅？不要问那么多了。现在我还要告诉你，要牢牢记住，你爹叫叶孤鸿，是个顶天立地的真英雄。既然我爹是英雄，那些人为什么要杀我爹啊？唉，世界很多事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，你长大就会明白了。现在你要忘掉过去，记住，你现在的名字叫叶红野。我好冷，好冷啊！如果我在这个时候撇下这孩子，这孩子便必死无疑。这个叶勋川真是可恶，人死都死了，还非得留到伤口让我闹心。花姨，我刚刚看您的伤口都发紫了。是啊，花姨，是不是上次标的毒没刮干净啊？要真是没把毒刮干净，我现在早就去阎王殿重开醉月楼了，还能窝在这个小屋子里啊？放心吧，这只是伤口化了脓没有处理好，别大惊小怪的啊。花姨，伤口化脓怎么是大惊小怪呢？哟，怎么穿这么严实啊？哎，花姨，你怎么这么快就把药给换好了？你看我什么都没看见。看什么呀？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你想看什么呀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狗肚子里什么花花肠子，你信不信？你信不信我把你眼珠子抠出来？别，留着，以后还继续看你呢。你花姨，你别生气，别生气。爹，是啊，赶紧走，走。这啥也没看见，以后我早点来。哎，你们也走吧，走吧。可是，行了，都走吧，我也想休息一会儿了。是花姨。花姨，你赶快把衣服脱了，让我看看。别，你千万别动啊！我现在只是皮肉伤，让你一照料，很快我就会伤筋动骨的。有那么夸张吗？你才知道啊！就你那身蛮力呀，让你这么轻轻一碰啊，什么意外都可能会发生的。哎，我不是说你啊，你怎么跟你爹一样，一见到人家就想脱人家的衣服啊？花姨，我可跟我爹不是一个德行啊！再说了，
大家都是江湖儿女，在乎那么多礼数干嘛呀？你赶紧脱了让我看看，一会儿我好给你买药去。什么？你去买药？被那些官兵发现了怎么办呢？你这个人这么咋咋呼呼的。华姨，你真把我当外人了？哎，我相公说了，你是他的师娘，那么你就是我的师娘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再说了，我早就把你点我穴的事儿给忘了。忘了还提呀？起来喝碗粥吧。再不起来，粥凉了。啊，糟了！哎呀，大家都是一家人了嘛，你就别跟我客气了。再说了，你这个小伤要是不及时医治的话，将来就会变成大祸的。你放心吧。你既然叫我师娘，那我就更得说你了。你怎么光长力气不长脑子啊？你也不想想这多危险啊！既然叫我师娘，就得听我的，不准去。哎，我怎么就不能去呢？我就想不明白了。你忘了，当初你跑到大街上，要死要活的找那些官兵，让他们放了你的相公。结果要不是我及时拔刀相救，你早就被拉进大牢关起来了。嘿嘿嘿，哎呀，华姨，你不说这事儿，我就给忘了。你不知道我那个时候多伤心。我看着杨大人，我还真把他当成我相公了。我在那儿哭得昏天黑地的，我就想啊，我相公他怎么死得那么惨呢？哎呀，我这个心里面难受的呀。哎，所以呀，官府那些狗贼肯定认得你。你要是这样走出去被发现了，我保证，那些官兵啊，绝对不会放过你的，会把你拉进大牢，然后用尽各种酷刑，想尽各种方法折磨你到死为止。就算你说破了嘴皮子求饶，他们也不会放过你的。哎，万一再把你给糟蹋了，那你还怎么给你相公传宗接代呀？那可不行。怕了吧？可是，不管有再大的危险，我都非去不可。你脑子进水了？明知道有危险，你还非去不可？花姨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相公，他可是醉月楼里面最富有传奇色彩、最具有魅力、最英俊、最潇洒、最有性格的龟奴。那些官兵一定不会放过他的。而且昨天他一直没回来，他不会遇上什么危险了吧？什么？马尚飞还没有回来？对啊。那冬晴呢？也没回来呀。糟了，这人员下落不明，都已经够让我心烦的了。现在马尚飞跟冬晴又不知道哪儿去了，可千万别出什么乱子。百里香可去热解毒，但是少了洋甘菊和菩提花，就无法治愈那孩子的病。唉，这满山遍野，为什么就找不到这2味草药呢？华姨她肯定喜欢花，我捧了这么大一束鲜花向她求亲，她一定会高兴的心花怒放，一口答应我的。师傅，师傅，哎呀，师傅！哎呦，师傅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师傅。又是你啊？当然是我了，你的宝贝徒儿啊！我跟你说，师傅，你徒儿找你找的好苦啊！哎呀，你看想死我了。师傅，你是上山采花的吗？我没了闲情逸致。百里香，师傅，你采草药啊？你懂得草药？哎，那当然了，你徒儿我是在这山里长大的呀。我从小啊，不管是磕磕碰碰，还是伤风中暑，我都是自己采了草药，然后把自己给治好的。嘿嘿，这么说你也懂药理？那当然了。我跟你说，师傅，
你徒儿我在药理方面的天分那是高得很。哎呀，只是我这千里马呀，我没有碰到伯乐呀。那你告诉我，在什么地方可以采到洋甘菊和菩提花？哦，你是想采那个洋甘菊和菩提花呀？哎呦，这个那恐怕你要等到明年秋天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不是洋甘菊和菩提花生长的季节呀。就缺这2种草药了。喂，师傅，你不用担心，虽然这山里啊找不到这2味药，但是徒儿我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洋甘菊和菩提花。在哪里？快说！草药铺啊，师傅。我跟你说，那些卖草药的，他头年把这个新鲜的草药采回家，晒干以后做成了药，他那里肯定有存货。官府贴了榜文通缉我，现在我不能上街去买药。不，师傅，你想什么呢？你到草药铺去买点洋甘菊和菩提花回来。不是，师傅，我记住了，买好以后到东林书院找我，不能让第3个人知道。好，你徒儿嘴紧得很，师傅，我的话去办。哎，师傅，不，哎呀，怎么又飞了？你不会走路吗你？不是，师傅，我只想告诉你，醉月楼的人都让我给接到黑风堂去了。哎呀，嘿嘿，幸好师傅对我这个宝贝徒儿一向出手大方，给了我这么多银子。哎，这画的不是我师傅吗？哎呦，把我师傅画的真帅！不是，这人你认识啊？当然认识了，我不但认识，我们还情同父子，熟得不得了。他是你干儿子啊？我是他干儿子啊，不是，我是他徒弟，他是我师傅。黄花随风，尘缘未落地，铜镜离墨，胭脂红灯远方，一路烟雨迷蒙。月落无声，照一世浮萍，千回百转到了曲终，还不见你的踪影。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。只愿它还会让我们紧紧相拥。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。只怕它装不下我们来世今生。也许我的心只有你才会懂。千回百转到了曲终，还不见你的踪影。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。只愿它还会让我们紧紧相拥。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。只怕它装不下我们来世今生。也许我的心